經過咗幾次嘅閉門羹之後啦，上個星期咧，美國總統川普終於接見咗我哋嘅澳洲總理 Albanese 先生啦。咁簽署咗一啲咧龐大嘅礦產合作協議。咁直上咧，大家仲談笑甚歡。咁川普咧答應盡快交付咧核航母咧就俾澳洲。咁重申咧美澳盟友嘅關係咧就越加牢固噶。咁咧就俾澳洲人咧就鬆咗一口氣啦。咁呢個星期咧，川普就喺亞洲參加東盟會議啦，同埋造訪日本，並且探望日皇，同埋睇即係見一見咧，新嘅日本女首相高市早苗。最後咧就會去韓國同中國習先生咧就舉行會議。咁全世界咧都注視住川普嘅亞洲行程。呢樣當然係包括埋我啦。嗱，佢咧就喺上一屆咧曾經去探訪過北韓，當時我對佢咧仍然帶住偏見，所以咧就一啲興趣都冇。咁經過呢幾年咧，對美國政治多咗一啲嘅認識了解啦，就好有興趣咧，就好想更加近距離咧睇一睇咧佢點樣喺一班亞洲政客之中咧去展示佢嘅造雕魅力。咁國際媒體不停比較川普出訪亞太嘅成績，好多咧就認為佢係向中國跪低啊，又或者遭受亞洲領袖冷遇之類嘅談論啦。越嚟咧就越發覺咧有偏見嘅媒體似乎咧佔咗大多數，東西方都係一樣，都話咧阿 Trump 咧無功而還啦咁。我就冇乜興趣咧研究各國同佢簽咗啲咩合作協議啦，因為咧喺現今國際關係嘅氛圍下邊，呢啲咁嘅所謂協議隨時都可以被撕毀嘅。我只係咧有興趣咧作壁上觀，睇睇阿 Trump 呢個星期嘅行程，同埋圍繞住佢周圍嘅眾生相，所以咧我就發覺媒體簡直好似盲咗對眼咁咯。嗱，從電視多角度嘅新聞所見啦，川普每到一個地方咧，都係眾人眼光所在，各國元首咧好怕咧對佢招呼不周，突然咧就嚟個加10% 嘅關稅之類啦，所以咧都係戰戰兢兢，而且咧仲送上珍貴嘅禮物，又或者咧自動請纓咧，出年咧就會推舉佢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呢一種巴結嘅勢頭咧，笑到我咧就眼淚直流。咁川普咧重視嘅係佢手上邊咧有冇足夠嘅卡士幫佢達到佢嘅政治目標。諾貝爾和平獎可能只係錦上添花，又或者咧對佢而家嚟講，甚至係嗤之以鼻。嗱，睇川普啦，一個近80歲高齡嘅人咧，馬不停蹄穿插咧喺各國嘅領袖之間，同時咧亦不停咁回答各國記者嘅問題 ，update 佢嘅 Truth Social。佢並冇咧嗰種咧高不可攀嘅冷傲啊，從來咧佢唔會冷落在場或者送佢歡迎佢或者送別佢嘅任何一個人，一定咧會逐一同佢哋握手寒暄幾句嘅。咁事實上咧，無論你喜歡佢抑或唔喜歡佢，川普確實咧係一個溝通聖手啊！而且咧佢不止係講，佢嘅辦事能力亦都超高，哇！真係快、狠、準。否則咧，佢重回白宮只係幾個月咧，就已經做咗咧好多咧你冇辦法想象得到嘅即係功績啦。嗱，佢嘅亞太之旅咧期間咧，我當然係最喜歡睇佢同高市早苗嘅會面情況啦。高市咧一啲咧都冇令我失望。嗱，佢一早咧就已經了解川普咧係個乜嘢類型嘅政客，喺佢面前咧你唔能夠輸咗個陣㗎，要保持禮貌得體之餘咧，必須咧要健談爽朗有自信。喺呢幾日嘅會面啦，包括阿 Trump 破天荒咁邀請外賓，即係高市早苗啦，乘坐美國軍機飛去日本嘅橫須賀美軍基地嗰度作嘉賓。只見咧高市咧就喺台上邊咧向美軍發言啦，並且好輕鬆咁前後來回咁向美軍揮手致意。喺幾個場合裏面咧，你都見到咧高市咧就即係
翹住阿 Trump 嘅手臂落樓梯啊，或者係阿 Trump 咧就拖住佢隻手送佢落講台。兩個人呢，因為有安倍嘅原因而成為咗互相信任嘅盟友。希望呢，美日從此呢真正走上再次強大嘅光明大道，為世界和平帶嚟貢獻。咁阿 Trump 呢就冇參加 APEC 嘅會議啦，但係呢就喺釜山，即係韓國嘅釜山呢，就同中國習先生會議前一晚呢，就邀請咗一班呢國家領導人晚餐。咁因為加拿大同美國咧就打緊關稅戰啦，所以卡尼先生咧就被安排坐喺阿 Trump 嘅對面，而 Albanese 咧就同韓國總統咧就坐喺阿 Trump 嘅左右。相比加拿大咧，阿 Trump 可能係比較滿意澳洲嘅表現，所以咧仍然咧口口聲聲咁多謝同埋表揚澳洲喺各方面嘅合作，令我哋嘅總理咧哇直情咧笑不埋口啦。其實 Albanese 咧真係要講下彩數，佢真係幾好運嘅。咁雖然繼續咧委任阿 Trump 最討厭嘅 Kevin Rudd 咧做澳駐美大使，而令到阿 Trump 呢一直咧就唔願意見佢。但係咧就多得突然發生嘅中國稀土制裁啊，就令到澳洲嘅稀土產量暫時咧我哋世界第4。因此咧，澳洲咧就忽然變咗礦產嘅寵兒，立即咧得到美國近100億合作嘅訂單。反觀阿習先生見到川普咧就顯得好不安啦，特別咧係川普咧好熱情咁握住佢對手，並且咧不停咁樣說話。咁啊，習先生咧不停咁望住喺鏡頭外嘅翻譯，唉，救命！佢想知道阿川普講咗啲乜嘢啊？咁啊，好不容易咧就脫身啦，離開咗鏡頭，咁咧令到個翻譯先生狄小姐咧就翻到去佢嘅身邊啦。咁中美兩個開會嘅時候咧，阿 Trump 咧就望住習先生，就講咗一大番嘅即係開場白啦，冇稿紙噶，非常自然流暢得體。咁啊，輪到阿習先生啦，但係佢咧就要望住啲稿紙，慢慢讀，而且咧最令人驚訝嘅就係習先生竟然讀到讓美國再次偉大之言啊！話我差啲咧就喺梳化度跌咗落地。但係當時美國嘅團隊，佢哋個翻譯機似乎係失靈，聽唔到，見到佢哋互相面面相覷。咁有啲咧就好似咧聯合國大會個電動樓梯突然失靈一樣咁奇怪咯。咁習先生嘅謙虛求和嘅金句，本來咧係美國最動聽嘅時刻嚟噶，結果咧變成咗翻譯機失靈，令到美國團隊冇辦法作出適當嘅反應。咁川普事後咧可能心裏邊就喺偷笑啦，就哈哈哈，習先生你講咩噶？我雖然聽唔到，但係我已經感覺非常之好啦。咁啊，回想翻拜登年代啦，國務卿布林肯點樣咧不停被中國大使團隊羞辱責罵，乜嘢東升西降咧就不絕於耳。今日習先生竟然同意令美國再次偉大，而喺會議完結之後咧，阿 Trump 咧就又走去同習先生再次去到門口鏡頭前握手離開啦。咁喺走落樓梯級幾步，準備要上各自嘅汽車嘅時候咧，阿 Trump 咧就連續2次咧走去習先生嘅耳邊細聲咁低語。咁呢一樣嘢對唔識英文嘅習先生嚟講咧，真係開咗佢嘅一個大大嘅玩笑啊，令佢咧一面惘然咁咧就上車離開啦。我眼中嘅川普咧係個永不認輸嘅老頑童。從紐約花花公子、房地產賭徒、真人秀霸主，進而咧就成為一位不屈不撓2次入主白宮嘅總統。佢一生咧只有一個信條，冇失敗，只係時間唔啱或者係準備不足嘅啫。咁事實上咧，川普嘅出現呢，正係時代召喚嘅產物，就好似咧希特拉催生咗丘吉爾，裕仁嘅軍國主義逼出羅斯福一樣。歷史咧從來咧唔缺乏對稱嘅回應者。
每當一個系統失衡、危機爆發，就會冒出一個極端性格嘅修正者嚟強行扭轉個方向。Trump 嘅出現呢，唔係意外嚟嘅，係美國同全球秩序解體時刻嘅必然產物。今日一首詞，浣溪沙，喜相逢。暴雨狂風漸見晴，浮雲倒影水波平。渡頭楊柳翠絲青，何處飛來雙白鷺？細沙溪路馬蹄聲，整裝含笑喜相迎。Joy of reunion. The storm and raging rain now fade to clear and bright again. Cloud shadows mirrored calm on water's glassy plain. By fairy pier, wind willow threads in spring. From where dew snowy egrets in graceful pairing wing. Soft sandy streamside road, I hear approaching Hubin's rain. I dress with gentle smile for your return, my joy to bring. 嗱，今日嘅音樂一首呢，就係非常著名嘅鋼琴家同埋指揮家Frederick Guder， 佢呢就彈奏莫扎特樂章嘅時候呢，我感覺呢簡直呢就係天作之合嚟㗎。Guder 就將莫扎特嘅樂章好生動咁呢去演繹出嚟，係生動啊 ，alive 啊，好自然嘅、精緻嘅、幽默嘅，智慧之中呢就帶一啲靈巧，有一種呢唔使講咁多嘅純粹，簡直呢就係無懈可擊嘅配合嚟㗎。嗱，呢一首呢，我真係好鍾意嘅莫扎特嘅名曲之一、名作之一啦嚇，就係Concerto 20 in D minor K 466 No. 2 Romance， 請大家聽下啦。